桃园市八地区的士源街一搭1200毫米的送水管哦，昨伫乌下水道的工程的时去乌歹去，台水公司是先停水，今仔抢修。旧山区大约是有8万户，嘛对早起9点开始哦，会停水20到23点钟。嘉北路挖出一个大坑，找到管管，甲伊锯开。自来水公司第2区管理处17号早进行自来水管紧急抢修作业，地点就是伫桃园八德区士源街。主因是垃圾水的下水道施作工程无设置挖破1200毫米的自来水管，造成南口旧山区大停水。昨天我们就抽血了，今天是临时停的，说昨天挖破水管嘛。还好因为老板娘说楼上水很大。这个下水道挖破水管的意外，自来水管线时间的修复期间，会影响到旧山区供水。对透早9点开始停水，按算时间12点钟，到明仔载透早8点的时阵会恢复供水。下旧山地区停水20点钟，上旧山阁有南口地区是停水23点钟，大约是81875户停水。今日早上9点开始停水抢修，那停水户数总共是81000多户，那停水的范围是在龟山区。目前采行的工法大概就是把这个钢管打开来之后，人员进入这个上游大概70公尺的地方，用内套环的工法来做修复。台水二区处表示，和下水道工程挖破的所在，因为挖进徛家。边仔又阁有地电的管，无法度直接伫原地挖开甲伊修复，因小挖对下游70公尺的所在，找到一支管管，互人员会当入去到顶游和挖破的所在，对内部去修复，甲一般外部修复的方式无共款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